美国有影响力的金融大亨索罗斯在9月6日《华尔街日报》发表专栏评论，批评贝莱德集团现在向中国投入数十亿剂美元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。对于贝莱德的客户来说，这很可能会赔钱。更重要的是，这将损害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国家安全利益。他在上个月为《华尔街日报》撰写的观点文章中说，为了2022年后继续掌权，完成他认为的人生使命，习近平将自己变成了独裁者。塔利班星期二宣布在阿富汗成立一个伊斯兰主义的看守政府。塔利班说，该政府将由毛拉哈桑·阿科洪德领导。塔利班首席发言人扎比胡拉·穆扎希德在喀布尔举行的记者会上披露了看守内阁的细节。塔利班政治委员会负责人毛拉·阿卜杜拉·加尼·巴拉达尔将担任看守政府的副总理。乌兹别克斯坦教育部长谢尔佐德希尔马托夫在一份声明中表示，在许多家长反对之后，当局正计划允许在学校佩戴头巾，前提是它们是白色或浅色。在受苏俄影响的乌兹别克斯坦，从1994年起禁止在学校戴头巾。哈萨克斯坦政府最近禁止俄罗斯研究员吉恩·布宁入境。他曾创建东突厥散受害者数据库，收集有关东突厥散集中营的信息。据报道，这位研究人员在他的网站上收集了来自集中营和监狱的近25000份证词。世界媒体和人权组织正在使用这些证词。德国国际汽车展周二首次在慕尼黑拉开序幕。德国总理默克尔参加了开幕式。据德国广播电台报道，默克尔总理在国际车展开幕式表示，德国必须继续是汽车生产的一个重要基地，转向气候中和的移动是为了保住在德国的工作岗位。哈萨克斯坦驻安卡拉大使指出了哈国与土耳其合作的重要性，并呼吁土耳其投资者在该国投资，以便他们能够实现共同设定的新目标。苏格兰再次传来独立的消息。苏格兰地区政府总理尼古拉斯特金宣布，他们的目标是在2023年底前进行独立公投。苏格兰民族党认为，尽管苏格兰人在2014年的公投中以55%的票数否决了独立，但英国脱欧改变了局势，需要进行新的公投。